父亲，阿娘要看网架。袂用紧，煞煞去啦，你会使转去别台啊。你有要去约会无？约会。这嘛是叫做医师家庭特殊的重要任务。莫唱唱，阿娘想要群众父亲甲母亲。我想要用行去约会，敢会使？心情若无缓好，电脑变甲搁较歹啊！精品料理，敢若剩1分哦。来到食着阿娘买变天才。唔知囡仔咧想啥，嘛唔知影查某人咧想啥。有人客指名要伫你，困美人。有一个情报箱，互人歹死啊！敢是迄个对真久以前就存在伫这个国家的暗杀组织？人客拢服务好啊！阿娘想要甲父亲母亲做伙。因只是用来食人肉的亲人好，就是讲啊，我实在是伤臭屁啊！不过安尼，我若继续做杀出的工课，敢有意义？